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轼、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咱们今天先看两个胡适奇闻，就是胡适上市公司奇葩事迹。在1-2年前，我曾经专门讲过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一些方法，应该有很多网友都听过。其中有一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需要第三方机构去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给他审计完了，给他出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有4种，一般都是标准报告但是有的上市公司为了做假账，为了不让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会计师事务所需要给上市公司的客户或者是上游供应商发问询函或者询证函，由这个供应商或者是由那个客户回复盖章说，我们公司跟该上市公司是有这么多钱，或者是有这么业务往来，或者是有这么多应收款或者是应付款等等。那这样就相当于取得这个上下游的客户的一个这个证据或者叫证词，以证明上市公司这个财报是真的，关于这一笔记录。有的上市公司它财务造假，他根本就没有这客户，或者有这客户，但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没有这笔业务，没有这么多余额，没有这么多应付或者应收，都是编造的。那会计师事务所把询证函发给客户，那不就露馅了吗？客户给他回复一个说没有，所以怎么办？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这是财新网报道说，新三板劫快递造假，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或成北交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第一股。3月25日晚间，被证监会立案调查3个月有余的北交所上市公司广道数字，代码是839680，发布最新公告，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续的处罚认定若被确定，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2024年12月2号说，财新独家报道了广道数字近年来财报持续造假。12月3号晚间广道数字收到北交所问询函，要求说明是否存在拦截、询证函等财务造假情况，并于当天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披露。12月4日晚间，深陷财务造假风波的北交所上市公司广道数字正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广道数字在3月25号公告中表示证监会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若后续经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财新此前的调查显示广道数字采用拦截审计师询证函快递、加盖假印章并寄回的方式，直接虚构各类账款数字。目前尚不清楚每年几百单的快递拦截涉及多大规模的账款往来，但此番粗劣操作已持续有3-4年甚至更久。询证函作为会计行业审计时的直接证据来源，同时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获取可靠财务数据的重要方式，一般由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寄给上市公司资金相关方查验，以增强审计结论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而广道数字于年审时期安排公司工作人员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虚假收件电话，快递寄出后，由广道数字派人线下拦截询证函，私自加盖假公章后再寄回给会计师事务所，由此完成造假闭环。财新此前拨打广道数字审计师钟省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电话，联系上经办会计，就是会计师叫龚义华，但被问及广道数字1年几百份询证函是否属于行业普遍情况，以及除了接收快递外，是否还有其他核实方式时，对方表示会按会计准则办事，不接受采访，并迅速挂断电话。也就是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还有猫腻，不敢面对记者说实情。在被证监会正式立案后，广道数字股价从每股30元高点下落至2025年
1月13日的13.22元。这个管道数字目前每股还19块，现在有被强制退市的可能。它的造假非常恶劣。久以前，也就是在7、8年前，审计机构对审计对象以及上市公司那些客户发询证函，你说到什么地步？为什么说胡适这上市公司你不能信？审计机构你也不能信。很多时候，审计机构跟上市公司是沆瀣一气。本来审计机构和这个上市公司是互相监督的，审计机构来看你的账做的对不对，符合不符合这些会计准则，核实，最后出个报告说他的财务报告非常标准，没有任何什么意见。但是在胡适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他们是穿一条裤子，沆瀣一气，一起做假账。上市公司做假账，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心知肚明。会计师事务所它都是形式主义，就是形式上我履行了审计义务责任就行了，由你上市公司把证据给我，就是上市公司自己自证清白。比如说询证函，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你来审计这个上市公司，你要给上市公司所有的客户发函问，让上市公司那些客户回答你，是吧？你跟他合作多少年了？今年一共合作了多少笔，对吧？余额还有多少？一共合作多少钱？等等，跟财务相关的信息，还有合同。如果你真实存在这笔业务，那么对方一定会如实告诉你说怎么样。但如果是虚构的，对方是不可能认的。对方说上市公司账上记了说中石化，他给中石化供货，中石化欠他1个亿。实际上中石化根本就跟他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欠他钱。你说说，如果会计师把询证函发给中石化，说你是不是欠那个上市公司1个亿？你说中石化怎么说啊？他会给你盖个大章，说我是欠他1个亿。那这人家上市公司可以就拿着这个可以告他了。你不是你自己你承认了你欠我1个亿？你想象一下，那中石化收到这样的东西，那不可能搭理他，或者回一个子虚乌有、纯属虚构、造谣捏造。那会计师事务所一看到这个，那不就证明你这个上市公司造假吗？那怎么解决？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地址和电话就是快递联系人，询证函是发快递发快件，地址是对的，还真是中石化，但是联系人和电话不对，是上市公司自己的人。他们会派一个人在那等着，快递小哥一到打电话联系，说你是中石化的某某吗？人家说是，你有快递，他马上跑过去把快递一领完快递之后，打开里面询证函，他把说的都对，用萝卜刻一个中石化的公章给他盖上，再在那儿发快递给他寄回会计师事务所，就这么玩。这个还是改进之后的，最初就7、8年前，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询证函居然交给上市公司自己去发，你自己去发，让人家提供证据，把证据给会计师事务所。后来人一看，你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造假吗？你让上市公司自己去跟人家要证据，那不都是假证据吗？所以说以后询证函由会计师事务所自己发，那自己发给谁？那是由上市公司提供地址电话，上市公司就给你提供假的地址电话，派人去拦截。还只是发快递，这叫询证函。还有上门去核实的，上门核实我以前也介绍过，上海一家上市公司为了造假，跑到京东，带他的客户到京东去核实，在京东租个办公室，在京东那儿搞一台电脑，用了一个假的供应商管理软件。这个案子也很奇葩，以证明他跟京东之间业务合作，每个月都有几百亿的应收账款，用这个应收账款做理财产品，也是搞个萝卜章，在京东的公章，在厕所里就开始盖，也连不要说拦你的快递，就连上门去核实都能造假。你以为问的是中石化，实际上你问的是个假的，上市公司安排在那儿的一个人，最终盖的也是萝卜章。这些造假手段，前直播的时候和做节目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之后觉得匪夷所思，觉得这个就是儿戏，还是半信半疑。你看现在财新网报道，实锤就现在了，2024年、2025年还有上市公司用这样的办法造假，就说明胡适这个造假根本就没有什么遏制、什么杜绝。这样的上市公司还有多少家呢？这样的胡适怎么能走牛呢？财联社3月28号报道说，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拟对东旭集团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对43名责任主体合计罚款17亿元，19名主要责任人采取5年以上直至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月28日，河北证监局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主体证券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同日，深圳证监局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主体证券违法行为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这个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2017年犯的，一个叫东旭光电上市公司，大家恐怕老股民应该知道，这个东旭光电它就是个妖股，一旦有什么概念，马上东旭光电第一个要涨，稍有风吹草动，东旭光电就涨停。你说半导体吧，它有关；你说新能源吧，跟它也有关系；你说芯片，它好像又能扯得上关系。就这么一只股票，结果财务造假，罚17亿，罚43个人，几年来违法募集资金110亿，就是非法手段在二级市场，就是在沪市啊，募集了110亿，抽了110亿的血，这么多年一共虚增利润130亿。请问这样的上市公司还有多少家？这个还不错。3月28号，山东证监局发布一则监管措施公告，引发市场关注。这是什么事呢？镇海磁材时任监事森杰因配偶短线交易公司股票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据监管披露，森杰配偶于2025年3月7日通过证券账户买入镇海磁材股票 3.65 万股，成交金额达55万元，时隔仅12天，其配偶又于3月19日将所持股份全数卖出，成交金额51万元，也就是12天亏了4万。但是这一操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44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该条款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其配偶等关联方在买入后6个月内不得卖出同种股票，或卖出6个月内不得买入，以防止利用信息优势牟利。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交易呈现出明显的亏损操作。以55万元买入、51万元卖出的数据计算，扣除交易税，实际亏损幅度超过 7%。也就是董监高的配偶直系亲属不能短线交易本上市公司的股票。作为一个监事，他被选上监事的时候，实际上董秘就要对他进行培训，而且他还签很多承诺书。咱们干过上市公司董事，你一旦被选上董事的时候，你要给交易所签很多承诺书，那个承诺书里面就有禁止配偶短线操作本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个就属于知法犯法，这还赔钱了，你说冤不冤？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上市公司董监高把证券法就当儿戏，根本就不重视。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上市公司也一样。我记得昨天是吧，是浙江的一家上市公司居然选自己的监事会主席当独立董事。你说这样的上市公司都是这样的水准，还有很多人在那嗷嗷叫的说牛市，对吧？这样的牛市你是害谁？简直就是笑话呀！最近因超人卖港口而再一次大火的叫贝莱德。贝莱德是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是第一大或者第二大。贝莱德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到了大国的沪市，那也得服服帖帖的，老老实实交学费，挨打要立正。贝莱德就公开说，这是我见过全球最烂的市场，没有之一。不管我们动用了多少资金，不管我们做多少经济基本面研究，也不管我们有多少全球最优秀的操盘手，还是我们认为股价跌无可跌的时候买入，也就是说它股价跌到底了，我抄底。他说只要我们买入，总会有些神秘的大卖单狂卖砸盘。总而言之，说无论任何时候我们买入，都有无数的大卖单出现，买不完，根本就买不完，你要多少有多少给你。我们再看这个，又是财经网报道的，说北京金融法院证券纠纷主要是虚假陈述引发。北京金融法院成立4年，共受理证券纠纷案件9246件，包括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案件是9101件，其中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9077件。3月27日，北京金融法院发布证券纠纷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1年3月18日到2024年12月31日，北京金融法院共受理证券纠纷案9246件，标的总额达438亿元。证券纠纷中最主要的案由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谢峰表示，从行为表现看，虚假陈述行为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以及未按规定披露。财务造假是具体的虚假陈述表现，也是最为常见的违法行为。
也就是说，北京金融法院成立4年以来受理的证券案件，也就是上市公司相关的这种官司啊，99.7%都跟财务造假有关。这什么概念啊？这就说明财务造假那是一个普遍现象。金融消费者拿着这些上市公司的虚假的报告、财务报表，在那研究的头头是道的，只能让人笑话呀。完了之后，根据这个得出，猫咪现在马上就要走牛市，你说可笑不可笑？当然了，作为赌徒，他是不会因为赌场里面这些筹码、这些赌具有些瑕疵，他就不赌了。赌还是要赌的。我们再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是同花顺报道说，近期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迎来新一轮人事调整。上海证券报最新获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裴光就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保险和非营机构检查局局长一职，并于3月28日赴京正式报到。身为具有总局司局负责人和广东、上海等金融大省派出机构一把手经历的金融监管老将，裴光有着丰富的银行及保险监管经验，10年央行工作经验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这么强的经验，还有这么长的理论功底，保证裴光。所以说金融消费者有福了，来了一位裴光。最后我们再看看老师胡锦老师，现在可以说心情非常好，怡然自得啊。胡锦老师刚才发了个微博，他说今天星期日，天很好。老胡来到市区一条步行街，找了一家小饮品店坐下，刷手机，完成今天该写的帖子。离开岗位后，你看看叫离开岗位，也就是退休以后，也就是人走茶凉以后，我喜欢在热闹的街上找个喝水的安静角落工作。这个给我感觉好像也是假装工作，这就跟那个失业中年人一样嘛，天天背着个电脑包出去了，找一个星巴克，或者找个安静的角落，或者图书馆，或者公园，在那一待一上午，下午再换个地方，完了晚上回家假装自己在上班，显得很忙，实际上已经失业了。你看胡锦老师他也在体验这种感觉啊，离开岗位不就退休了，喜欢在热闹的街上找个喝水的安静角落工作。胡锦说，其实走遍世界，坐在闹市小店聊天、刷手机、做各种功课，都是市井生活最生动也是最惬意的部分之一。胡锦老师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化了。什么变化？首先第一个，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这就说明胡锦老师恐怕现在心思比较活跃，不安于家庭，不想在家里待着，喜欢在大街上找个靠窗户的桌子，一个小咖啡馆或者饮品店，坐在那发呆，拿着手机假装在写帖子发微博，实际上在那偷拍，在街上有亮丽的风景经过马上抓拍，乐此不疲。一说明他对家里好像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地方；二说明他喜欢在大街上搞这个就欣赏风景，也表现出胡锦老师退休以后整个人是一种失落的状态，感觉丢了魂一样，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很多人说退休以后，尤其是干部位高权重的，一退休就容易得病。你看胡锦老师以前是总编，好歹跟前有3、5个人天天跟后面胡总的叫着端茶递水的，现在变成退休老头一个，这种失落确实打击非常大。我看胡锦老师这么下去了，恐怕抑郁症要加重，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但同时我又感受到胡锦老师他写这样的微博，实际上是要气一气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胡锦老师他说，我就喜欢阳光明媚，完了之后我在大街上一个角落，我坐在窗前静静的看窗外每一个游客打扮的花枝招展，而有些人比如我的老朋友司马南老师，像一只耗子一样躲在那个洞里面不敢出来，不敢见阳光。因为司马南老师现在人设崩塌，偷税漏税，现在全国都已经知道了。司马南老师以前也喜欢抛头露面，喜欢人来疯，他是表演型人格，喜欢在饭店里坐着吃饭，来个游客跟他打招呼你是司马南老师是吗？别管是骂他的还是跟他的粉丝跟他合影，司马南很开心，名人。但是不好意思，这一切戛然而止。司马南老师现在很难在公共场合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因为他害怕人给他扔鸡蛋，害怕人骂他。原来你是个偷税漏税的，原来你一边喊着爱国，一边鼓励大家把钱交给大头，你自己不交，你想方设法的少交给大头，完了你还要管理大头。司马南老师无言以对，没法解释。
所以只好现在躲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好意思再跟什么这个居委会大妈什么开会研究什么国际局势。这个司马南天天挂在嘴上的什么街道什么理论什么中心组或者中心理论组，难道什么街道理论中心组天天研究怎么逃税漏税吗？司马南一天到晚就借着什么居委会大妈、街道的大妈怎么说？难道是街道大妈教他怎么偷税漏税吗？所以你看胡锡进他展现的这种心态，显示自己很光明磊落。我可以在阳光下，我可以公开的欣赏美女，甚至还可以拿起手机去拍。我的老朋友司马南老师可享受不了这待遇，正常的阳光，连正常的坐在街头发呆的权利都没有。我们也可以想象，司马南老师看到胡锡进老师的这个微博，那是多么的生气，随手又写了一封举报信给有关部门寄过去，以解心头之恨。不管怎么说，胡锡进老师这个周末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再也不用替额爹洗地。那毕竟给额爹洗地比较耗元气，所以一下就放松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